手跟住阿古拋手嘅都全中將個拋擺喺水裏邊啊，拜拜。好，上水隊。第五線道香港區街坊工聯會3會事工龍，第6線道大二龍，第7線道 T8A 隊，第8線道柴灣新明光。咁啊，完埋呢場比賽之後咧，混合組別錦標賽第2場嘅初賽咧，亦都會已經完成㗎咯喎。大家嚟搞咧。明顯帶出嘅咧，我就見到咧第2線道嘅輝夜龍 A 啦，輝夜龍 A 隊咧咁啊已經係帶出咗一個龍頭咁多啦。咁啊其後咧就係第5線道、第6線道柴灣區街坊工聯會會展工龍啊。咁啊第8隊咧都不急時嘅喎，去到最尾50米啦，見到咧第2、第5同埋第8線道嘅門頭咧咁啊爭持不斷啊。咁啊後尾咧有第4線道、第6線道喎。咁啊衝緊線嘅時候咧話目測都睇唔到啊，唔知第2、第5定第8線道嘅隊伍咧首先衝線啦，咁啊一定咧要交翻俾我哋。